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拜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来拜，请走吧。请你来，得力现的英离，求你互阮体会你的临在。当阮敬拜的时，阮会意识到你伫点阮的中间。请你来，做罗卜的君王啊！求你驾驶阮你国度的道路，也用阮的心做你的宝座。请你来，世人的兄弟。求你向阮显明阮人生的意义，求你行伫头前，引带我到上帝的面前，引带阮直到你的国完全的实现。阿门。这是咱来唱圣诗，圣诗第41首，咱唱第1节、第3节、第4节、第6节甲第7节，请起立。Thank you.
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三位一体的上帝，亲爱的主，你的名是拯救，是阮的帮站，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供应者，是阮的医治者，也是互阮诚做成的。阮要来到你的面前，将家己献互你采用，求主帮站。互阮无论是伫啥物款的环境、啥物款的状况中，阮拢要进入你的内面，对你得到力量甲平安。阮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即边选举的结果，和台湾整个社会伫你的保守中间往前行。也好，也好，甲你的公义充满伫台湾，也互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的水，阁何等的美丽。阮要来学录你的名，主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赎伫新德济未信主的兄弟姊妹甲朋友，也求你和世界的战争会使消除无阁有战争。阮要安尼祈祷，是因为你的疼。阮啊，你大港节来听候你，互阮的心灵得到再次的重新的阁复兴。安尼祈祷不配，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启用，用虔诚的心点着蜡烛。你真情圣洁，你疼惜人类。你充满怜悯甲疼，对阮疼惜阁关心。草作虽然卑微，赢过荣华富贵。有人迷航找无方向，有人流目屎忧伤，有人郁闷心碎。拢因为你的降生得到安慰，主耶稣，愿用虔诚的心，听候欢迎你降临冷暖人间的世界。这是咱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以及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9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遮个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当得到永远的活命。伊安尼疼世间。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信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第9节，既然毋是靠行为，啥物人都毋通夸口。这是咱要来学录，请圣歌队。
所以呢，大家呢为着即句话来感觉真来困惑吼，安尼，哪会当永远去犯罪？罗马书有一句话安尼讲，咱犹原会当伫罪恶中间来显明恩典诶，显明遮大恩典吗？绝对袂使。所以咱无可能是勇敢会去犯罪。不过呢，大家就伫迄个所在咧讨论、咧想一项代志，到底即句话是啥物？有一个牧师就讲，敢是翻译有问题吼，翻译错误安尼吼。无可能其他拢翻译对，甲即句话翻译毋对。所以即个中间呢，大家就咧探讨，去了解即句话背后带有底是啥物种意思，然后去了解整个马丁路德伊的人生安尼。即句话本身咧讲的时阵，可能咱无法度照伊话句中间去了解的，勇敢去犯罪。如果咱若是了解马丁路德伊的信仰的过程，我相信咱就会当明白伊即句话内面所有的含义。马丁路德伊其实非常努力伫伊的信仰中间，迄个天主教其实有一种的概念，有一种的理论，就是讲有一个炼狱，所以因过去去册封真侪个圣人，有一个圣人的制度，这当时就表现真好，嘛是有真好个道德也是讲伊的信仰伊的虔诚堪得做真侪人一个模范然后去做一个决定，正人推崇，这人有够资格成做一个圣人。那圣人有啥物种好处？甲一般的人有啥物差别？就是讲用一个概念就是炼狱。炼狱就是讲，伫人死了后，比到天堂中间的一个中途之战安尼。意思是讲，咱是世俗的人，咱想做犯罪，咱要到法律完全。但是咱伫无真完全的中间，如果来离开世间，你袂当去到至圣的天顶。所以你中间要经过一个炼狱的阶段。所以你若离开世间，你是阁有罪，阁犯了真侪罪，阁无遐尼完全。所以呢，你就先去炼狱中间，伫遐去受苦，将你家己过去伫世间所有个罪恶，拢伫遐呢突然间呢程度真可惜了，你才会当去到天堂中间。所以这种的炼狱的概念，并不是圣经的概念，但是伫迄阵的天主教中间来接受。马丁路德就接受这种的概念。所以马丁路德伊要追求，希望会当成做圣人。如果圣人的时阵，伊就免经过炼狱，直接会当去到天堂的所在。若咱一般凡夫俗子，咱一定要去受苦一段时间，尼才能去到迄个所在。所以马丁路德伊希望呢，会当避免犯罪。伊希望伫世间的时阵，会当将伊的罪会当来完全处理清楚，伊当成圣。所以呢，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伊就非常努力，刻苦家己，鞭挞家己。伊希望会当消除伊肉体这欲望、情欲。伊伫寒冷的天气，困伫迄个涂骹，无火炉嘛无架啥物棉被，希望呢透过这种刻苦、鞭挞，安尼伊会当消除肉体所产生的罪恶。你心内有一过这罪无好的念头，然后产生的时阵，伊就去找神父来告诫，因为天主教中间就是告诫，所以无好的念头、无好的想法，然后一寡微细的事做毋对代志，伊就马上去找神父来告诫、认罪。所以有一边的神父就非常不耐烦，伊讲马丁路德你若做啥物杀人啦、奸淫啦、偷窃即种真明显的大罪你再来认罪就好。你毋要滴所有的罪拢认啊！你毋知你今日若要认，我就要拨时间出来。你不烦我多少年烦了安尼。马丁路德讲，无这嘛是罪啊，大罪嘛是罪，小罪嘛是罪，做出来真大迄个罪恶嘛是罪。我小看歹念头啦、歹思想啦、讲着的，这嘛是罪啊，嘛是爱甲你认啊。讲话无正确嘛是爱甲你认啊。非常认真。所以呢，这个神父嘛是安尼不厌其烦。马丁路德是安尼对付伊家己的罪，
希望伊会当成圣，希望伫伊世间的时阵，伊所有的罪会当清楚，然后避免有一天伊若困去，困无醒，伊就是带着罪恶入去到炼狱中间。所以伊常常怀着不安的心情，安尼困去啊！今日佫有啥物罪无认着无？我困去了会醒袂？若无醒时，迄无认着的罪，无处理着的罪，可能无法度我上天堂。伊安真伤苦处理前一天的罪，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个过程佮开始。这个认罪的过程必须要重新过来，因为伫所做所受的代志中间，虽然已经认罪过，但是才同款新的代志发生。就咱亲像伊真辛苦，伫前一天将这地板啊砌清气啊吼，安尼然后但是水龙头无关啊，水搁淡遐滴，然后过早起来是哇搁是安尼淡一片，搁对头开始搁来清除这个罪的物件，这个垃圾的物件。有时若袂记咧清的时阵，旧的罪无清，新的罪搁来，愈做愈济，心内愈来愈不安。这就是马上努力。兄弟姊妹，你讲努力到这个程度，你讲好好对付你讲唔对的话，讲无安尼好好对付你今日无好的思想，做唔对的代志，无完全的事，教人彼此中间的一个猜疑争端。伫咧讲话中间，是毋是真细意，无去伤害着别人？敢有一种挂虑、惊吓、无信心？兄弟姊妹，伫咱内面充满一切无达到迄种完全要求的地步甲标准，这是咱的情形。如果你若是认真去对，所以马丁路德伊常常受到伊良心真大的折磨，伊要真努力来对付家己的罪，所以搁去认罪，去较侪告诫。但是伊拢无法度有一个把握，会当满足上帝对伊的要求，所以上帝若像一个审判官共款，摕一本簿就对你的身边，就来你记，这毋对，这毋对，安尼吼。所以咧，常常迄个受审判的感觉。若像上帝是咧监督伊的一举一动，所以一方面伊要努力成圣，但一方面伊阁真惊上帝的刑罚，伊陷入到真大的绝望内面。直到有一天，伊读到罗马书讲，这个福音是上帝大权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福音启示上帝要怎样互人甲伊有一个合宜的关系？咱所写的这个名词，因为信来称做义，因为信会当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靠着信，安尼免除一切这的审判。这是罗马书内面所讲的，上帝显明伊家己的公义，和一切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但姊妹伫这个所在，甲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同款，就是因为信，互咱无至到灭亡。所以这是马丁路德伊咧写即句话，那就勇敢犯罪，这个意思。毋是勇敢去犯罪，那是讲到一个事实。无论如何，无论咱怎样努力，咱拢是一个罪人的事实。今日你无论亲像马丁路德同款，即个到修道院的中间，伫遐咧刻苦家己，要互咱家己变较好。可能咱真努力，咱会当成做一个基督徒修行，注意咱家己的行为。但是兄弟姊妹，咱嘛无法度免除咱无好的念头。今日咱想要家己做了无失错，但是咱做一个判断，咱的智慧有限，看袂到其他清楚的代志。最近咱可能昨拄选举过了后，咱每一个拢有一寡的判断，咱有一寡拢有期待，咱真努力要完成某一项的工作，完成选举的顺利成功当选，但是可能拢不如人愿，无拄拄是安尼。咱教会嘛是有两位，其实有咧选举，虽然较久无来，但是是咱教会人，伊拢无选着。可能我要支持伊，我感觉伊真好势，但是无一定选着。伫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咱所毋知的代志。弟兄姊妹，
这个所在讲到，无论你是真劳苦的修士，还是你伫所看的凡夫俗子，甚至你看到一个真无好的人做毋着代志犯罪的人，你个所在拢是共款，拢是一个罪人，咱拢无法度免除罪。所以伫这个所在，勇敢的犯罪，咱是讲一项事，毋是你去犯罪、错误、犯真大代志来讲啊！上帝啊，你恩典真大，会当解决我的恩典，啊，会当赦免我一切罪。其实是安尼，你若是讲到，亲像马着路着讲的，无论我怎样努力，要互家己证成我有缘，无法度免除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无论我是怎样努力，我有缘还阁伫罪恶中间。我袂因为讲我信耶稣基督，我完全会当避免罪，所以我着勇敢承认我是伫罪恶的内面。所以伫约翰一书这里讲一项，咱着要承认罪。如果咱来承认罪，上帝是公义的，要赦免咱一切的罪。所以伫这个所在，毋是你会当免除罪。乃是伫罪内面，咱承认咱的软弱，咱是一个罪人的状态，有罪的状态，罪性的状态。所以咱就一直伫这个恩典中间。但姊妹伫这个所在，咱就讲到，当咱知影咱家己本身是罪人，而且是常常伫迄个罪的状态中间的时候，咱才知影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上帝疼世间人。上帝将伊独一的囝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无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疼咱世间到底安尼，所以伫遮，啥物人会当无灭亡呢？毋是像马丁路德伫过去讲，我若是无罪，我若是真努力，我免除罪，成做一个圣人的心，我会当免得灭亡，免得炼狱。这个所在讲，毋是，是一切相信伊的人。相信你的人，也相信咱是罪人，一直伫罪人的状态中间，所以咱一直必须要持续伫迄个信心的一个状态内面。到底今日，咱个是罪人，咱要勇敢面对这项事。但是呢，咱基督徒的一个差别，我知影我是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了后，咱的事实的情形，咱嘛是一个继续咧犯罪的状态啊，佫无完全的状态啊。到底有一天咱面对面甲上帝的时阵，一切罪恶才会当消除。今日咱犹原活伫无真完美的状态中间，包括咱家己生命。但是这个状态中间，有咱信耶稣基督，咱嘛有一个状态，就是跟对耶稣基督。虽然我今日佫有伫罪的一个征战的中间。但是我有一个确信，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会当洗清我。我犹原勇敢跟对伊。我坐伫这个所在的服侍，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得到完全，我会当伫遮服侍伊，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伊的宝血压扛我的罪。我是伫恩典中间来服侍，所以咱虽然可能你真努力，但是你一定有。进入到一个真大征战，讲啊，我真艰苦，要做好，佫做袂好；啊，想要做，佫做袂好；啊，想无爱做歹，啊，一直咧做歹。我就想，哇，那思想、那观念拢真正直，拢真好的时阵，啊，毋知偌好诶，安尼。但是你都无法度，你都有哪像共款？句话讲，你行伫路的时阵，你都无法度禁止空中飞鸟对你顶悬飞过啊！伊要飞去，你无法度。思想无好，思想要出来，你嘛是无法度禁止伊。哎，姊妹，这是咱的情形。做毋对，讲毋对，想毋对，但是今仔日咱犹原是伫恩典中间。咱知影，虽然这种情形，但是我犹原信伊免除一切罪的后果。我过去捌做过见证哦，我伫大学的时阵。是非常认真的基督徒。安尼比较来讲，即摆较无认真吼，毋是啦吼。
你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我怎么想起来想吼，袂比马丁路德较歹。读圣经，我较早伫大学成绩无好，因为大部分圣经时间拢读圣经，成绩会当过得好。我去到宿舍内面就禁止讲，若11点就关电话安尼。所以你若要读册，要去读呢，要去有开几间教室伫遐读册。你也认真去读。我一暝入去想，我咧伫遐读册人吼，伊教科书咧一读，我甲一本圣经，其他教科书拢无去，就去读圣经读圣经。好啦，现在那个教室也关了哈，读到晚上12点1点关了。要去读圣经，去便所读圣经，因为便所的电话袂关，所以我去便所读圣经。我相信无人像我呢吼，安尼伊读圣经读到便所去安尼。我真努力，互家己莫失错，所以我就安尼真努力、真刻苦安尼，看啥物代志吼真水，莫去想毋着，莫去做毋着安尼。连咧行路时，我都靠右边走，一定是的。若要到红绿灯的时阵，一定是遵守规矩，徛伫遐顺服安尼。弟兄姊妹，我若安尼一工无读圣经，安尼无灵修，就感觉做有罪恶感，今日无到听上帝安尼，毋敢来到上帝迄个所在。弟兄姊妹，非常努力到一个程度，完全拢无快乐。到我毕业了后，有一群的兄弟。全福会弟兄天天快乐，我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我讲做无敬虔，基督徒怎么可以那么快乐？你来讲煮会了，咱来去吃大餐哦，自助餐，这么敬虔，怎么可以去吃大餐这么享乐？咱来看什么影片无？怎么不敬虔？电影咱会使去看，咱姊妹是我是敬虔，到个清教徒个精神。结果若做唔对，个唔就足自责。所以非常无快乐真是苦啊！姊妹，做基督徒做较艰苦，但是我无法度，我要希望咱成做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我认为我做会到，但是真正无法度。愈注意你的行为的细节时，你就越绝望，因为连最细节的物件你都无法度遵守。你讲有一天我咧祈祷的时阵。上帝有一个真光的光照，伊讲一项黄龙皮啊，迄是足清澈一项事。你是一块朽木。我就明白我家己一个情形，朽木。朽木是啥物意思？朽木是我连刻都袂当刻的意思啦，安尼。所以咧，朽木只有单调、烧掉。你若是看动手要有啥物种的，直接朽木啥物作为，你再刻的话，然后规拢放弃的感觉，你根本不可能雕塑出，那个可能是一个绝望全部是你的结果就是单调迄个结果。看到我是朽木的时候，我就靠甲做厉害，要安怎，完全绝望迄个感觉然后马上体会稳定。虽然你是朽木，但是我有我要使用你。我就是安尼为着这种的做这种的稳定，我伫遐大声哭到3点钟。弟兄姊妹，这是所面对的一项，这是咱的本质。这是后来马丁路德伊所明白的一个思想，一个事实，就是咱的本质就是罪，咱的本质就是朽木，咱就是会犯罪本性。你无可能讲我是人性本善。我只要较努力的，我会当成做一个较好的人。我若是一个较努力的，我就当互我内面生命的潜能发挥出来，成做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若是较努力的时阵，我家己发展家己，我家己学真侪技术，我家己阁有一寡用心，安尼我会当成做一个真好的服侍的牧师。朽木。今仔日咱会当做啥物？咱徛伫这个所在来服侍，迄拢是稳定。所以，迄就是非常影响我家己后来服侍。兄弟姊妹，服侍是一个稳定，这是非常痛苦的代志。所以有真侪人服侍是非常痛苦的代志牧师的代志做无好起，无稳定。
如果若有真努力讲，我有内底的本质，我只要真努力发挥的时候，我会当成一个真成功的牧师，我会当安尼伫众人的面前啊，我是一个真成功的牧师，伫众人的面前会徛起，会当举头，无稳定。今日受到真大的痛苦、刻苦的时候，感觉讲我甲受到真大一个委屈。我遮好的人，哪会当受到委屈？遮有才能的人，遮有多才多艺的人，别人哪会当委屈我呢？有，拢是稳定。但是姊妹，这是咱的本性，这是咱的情形，咱的本质就是我的本质就是一块朽木，不晓得你怎么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大启示，给我明白我家己。什么叫做死？当咱有一天离开上帝的时阵，无甲伊相结连的时阵，咱像一支树枝啊受错掉，错掉了后呢，这个树枝嘛看了安尼，佫个真青翠啊！佫个内面这个水分佫会当保持青翠啊。花加落来的时阵，嘛是佫有伊个真水的美容啊。但是呢，离开生命的源头，伊就慢慢孤单。过年若到的时阵，咱去错树枝，啊，错树枝遐车安尼驶咧，啊，咱愈愈了，这树枝起去淡啊。伊的本质就是离开生命的源头。若无上帝重新塑造的时阵，伊的本性可能看来佫袂歹，佫会当存留伊的阳光、伊的青翠，但是伊是爱受毁掉、受放散，除非伊去接伫一个树枝的顶面。但姊妹，啥物人就你接伫树枝是主耶稣基督，就你接伫一个新的树枝顶悬，互你靠着伊个新的手的一个源头，生命源头定心。若无安尼，咱其实拢爱受单调的朽木。短暂的生命，这是咱的本质。做，互咱甲上帝生命源头断绝。咱的结局就是沉沦、毁坏，变成朽木、焚烧。所以圣经内面讲，伊若有迄去的，拢亲像草，伊的美容亲像野地的花，草会孤单，花会凋谢，这是咱生命的形态。如果你的生命本质是受沉沦、毁坏的，咱有啥物通夸口呢？所以伫圣经内面讲，咱每一个人的结局本来就是灭亡，但是今仔日上帝将伊独生囝赐予咱，互咱因为相信伊，无至到灭亡。这是今仔日咱所读圣经内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灭亡是咱的本质，咱的罪本性的结局，但是因为信。因为相信，所以咱会当改变这个结局。所以在这关键内面，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赐予咱，这就是大讲者咱所期待的。就是一个囝，由独生囝赐予咱，就是咱今仔日要迎接的圣诞节。咱可能会认为讲啊，我已经信主耶稣基督，我已经无啥问题。但是姊妹，啊，犹原伫罪的状态、事实的中间，咱犹原必须要亲像马丁路德共款，咱犹原承认咱是伫罪恶中间，然后咱勇敢承认咱是伫罪内面。做啥物代志，想啥物代志，我相信你若认真来面对时，你也知影讲，这个代志所做可能嘛佫有失错，但是我犹原靠着稳定徛在，勇敢去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代志。这中间有失错，嘛是伫稳定内面。今仔日早上呢，迄个咱的新学生来找我讲话，讲话我就无啥爱佮甲伊讲，我来甲伊讲一句话，我即马伫挣扎当中，我现在写工就写甲足挣扎。我说话，即马12点啊，你去挣扎，嘿啊，咧挣扎，毋知要讲啥，安尼，毋知要写啥。我看的物件，即个资料，若较早准备的嘛好，较早正确些，即马较知影讲，读的册可能读了毋对，准备资料可能读了毋对，
无即摆后悔失措，也即位，这是咱的本质。到12点时，我来上帝讲，上帝啊，你要帮助我明仔载要讲道，希望这对兄弟姊妹有帮助。可能伫咧准备的中间有失错，顶头来时，我可能提早过来讲，提早准备。上帝啊，你着帮助我，兄弟姊妹失错，服侍嘛可能失错。到兄弟姊妹平平服侍中间，咱可能做毋对决定，咱所做的在服侍中间可能无成功。兄弟姊妹，即刻毋免认罪，这嘛是。但是咱今日在咱所做一切事，伫稳定中间来做，袂因为安尼，咱逐项拢代志免做，咱人拢歹接受，拢歹计划，无做毋对，不做不错，安尼多做多错。兄弟姊妹，咱无安尼想。伫稳定的中间，勇敢承认咱的软弱，承认咱的罪，然后为着上帝来做的时阵，知影上帝一定也用罪来压砍咱，将无好的代志转变了好。这是咱每一个人所对这个经在内面所明白的一件事，因为信，但免除一切的灭亡。有时咱来强调，咱可能是真好的人，人性本善。只要我较努力，我就真做真好的人。毋知你有安尼的想法无？你可能就感觉讲，我的本性真好，我的本质真好，我本身就是一块非常贵重的一块茶，只要经过好的调整，安尼磨过、训练过，互伊即个真水的茶会当发挥潜能。安尼我会当非常好的表现，兄弟姊妹，我甲你的想经验无共款，我是小木。有时咱来感觉咱做真侪代志的时阵，感觉咱有一种阳光，伊我有表现。我来到教会上间信主的时阵，是互邀请一个民主，互耶稣一个民主。我看我来你的教会中间，信心。可能稳定才是。咱的所谓服侍的时阵，如果咱来感觉讲，我想要表现，互我即种的真大的潜力，互我遮尔好的内在，会当互众人看见的时阵，你要明白，咱只是罪恶中间。我无安尼想，我是小木。会当体现出来，那是内面会败坏、无用、软弱。拢是稳定，会当有咱想，拢是因为咱信心相信上帝稳定。当一个基督徒无搁靠上帝稳定来活，要靠家己的气力来救家己，这是离开上帝稳定的真理，所以必然会致到一种错误失败。这就像马丁路德过去真努力，想要互家己变了好，互家己真做圣。会当脱离一切罪地教的一个试炼，也是刑罚的时阵，伊完全失败。所以伊只有承认讲，勇敢承认你的罪，然后只有靠着信心，相信上帝稳定。对头到尾拢是稳定，但靠着稳定进入到上帝的门，咱来靠稳定来活，咱来靠稳定来服侍。今日。我真做什么款的人，拢是稳定，这也是保罗所讲的。有一个基督徒安尼讲，罪，互咱陷入比咱想象更较深的地步。咱的犯的罪，比你所想的更较久长，伫你一世人中间。而且你愈有能力的时阵，你犯的罪愈大。罪比咱所想象付出的代价超过你所想，可能永远的灭亡。所以圣经内面讲到，无地到灭亡，这种代价非常的大。所以咱知影咱家己的罪有偌深，咱就毋知影咱才会当知影上帝稳定偌大。有一个年长的基督徒伊来见证，伊讲经过信主20几年了后，我学3项事，知影3项事。我无法度有能力救家己，也无法度有能力，互我家己变了更较好。
我明白上帝无期待我靠家己来能力来救家己，也无期待我靠家己的能力，那想发挥潜能，互我家己更较有能力来服侍。我明白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一切，我只有我靠伊的恩典的拯救，这就是信心。信心无法度互咱成做更较好的人，但是信心互咱更较明白恩典，来克服咱的罪得救的结果。唯所做就是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用信心感谢领受上帝的听。主耶稣基督降生，我靠伊，因为伊咱的信心有一个坚定的确信。大家来祈祷。我拢伫伫恩典中间，感谢你无比的恩典，这个恩典超过阮所想象。就那亲像阮无法度想象，阮的罪有偌深，阮的罪有偌重，阮的罪有偌久长。但是阮今仔日用大降节来听候迎接你的降生的时阵，知影主你的降生对阮有何等大的意义。而到今仔日，阮犹原承认相信你，阮无得到灭亡。因为相信你，阮今仔日会当踮伫阮所踮恩典中间，一切拢是你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诗，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咱坐咧吟。我
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你独生的囝耶稣基督，互阮无得灭亡，反得永生。你拣选阮成做你的门徒，阮要甲你同工，阮献受你所赏赐互阮的金钱财灵，成做你心刚所用，表达阮的感恩。愿你感纳，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坐。这是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请用信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临。第二点，2023年，咱的月历已经开始发放，一户一份，请你1楼服务桌家己来登记。第三点，2023年的事工研讨会，22月初10，拜六伫教会举行，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晡3点半，请长老甲执事出席。第二就是请12月3号以前将相关的档案寄下玉山干事。第4点，定期和会2023年预定在1月15召开。那有关事工报告跟2023年的事工计划，请长职同工在12月20号以前将档案交给玉山干事。那当日是联合礼拜，请大家注意是10点开始联合礼拜。会中有长老的封立、执事的设立、团契小组，甲各首长的就任。第5点，圣诞节的筹备，第一，欢迎大家参加12月24号拜六阴暗5点半，一家一菜分享爱欢迎大家伫1楼来填写。第2点，今年的报佳音有几条的路线。那要前往很久无到教会的兄弟的厝请有意愿的兄弟来填写你的联络的主旨甲电话。第6点，圣诞节期的相关聚会对12月10号一直到12月25号，咱有真侪活动请大家注意。第7点，幸福小组的福音行动雅歌幸福小组跟好所在幸福小组分别是11月27号礼拜天下午跟12月7号礼拜3晚上请大家注意，嘛使邀请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咱的共同代祷事项甲咱教会的3点，请大家来代祷牧师，唔知有补充的无？咱的暑假研讨会是12月初10。咱有甲这个青年在讨论，因为12月初10拄因下晡有一寡活动可能有一寡中级青年的技术啦因可能爱参与伫这个筹备甲这个活动中间所以有可能即马有安尼有考虑就是早起是10点到下晡12点半安尼这时间就袂去挡顿着因的时间咱会当有这人会当参与所以这中间是所有的现任的中级甲新任的中级拢爱来所以也希望请所有这中级，你规部组你家己爱准备这个事工的这个计划这过程中间会当请牧师甲恁做伙参与来拟定明年的计划尽早将这个计划资料摕出来安尼阮就当整理迄天的讨论时阵就较有一寡内容会当来讨论最近有几个牧师来阮遮开会开会了讲看到海报讲恁现在这遐侪活动我算差不多12项啦咧伫遐，所以对因来讲这是安尼真侪这个筹备的工作这份咱是感谢上帝，因为伫咱教会有一个这兄弟姊妹这个同工愿意咧
参悟，然后来设计筹备因属伫因每一个无共款的一个群体，所以对儿童、青年、年长的内外教会内教会外拢有所以呢咱的大道事项，无论是伫团契、小组祈祷小组咱为着这圣诞节筹备的工作来祈祷。咧真侪活动毋是讲真闹热，这所有活动拢需要有一个福音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希望呢，咱有真侪伫咱遮中间圣诞节节期中间伫咱遮出入的，拢会当体会拢会当体会上帝的疼明白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咱即是来上映圣诗68首，上映完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主啊，你知影阮每一个脑是土粉，主你知影阮的本性，主你也知阮原来的结局，但是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你就是你的独生的圣囝，降世真侪人。主，阮用信心来听候，你已经来，但是我们也记你进入到阮的心。主
主啊，你已经来带来救恩，我们用信心来迎接，来接受你的救恩。我俩明白自阮的本性，部分软弱、罪恶。主，但是我们用信心来迎接，你无纪念阮的罪，也无互阮因为罪跌到永远的灭亡。主啊，因为你，我伫恩典中间得到你的救赎。原来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赏赐互咱的喜乐、平安、信心、甲愿望，甲阮三个同在，甲众人三个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真济热得，互上帝祝福。